亲爱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备办心来做礼拜，请走甲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？咱即时要来吟圣诗，圣诗18首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兄弟，主能眼光给背，你对万物撒干影响，我能一段尊名，主把残忍追抓，用穷端爱断送，天边。心和了兄弟，谁敢艰难的背？空中归家的谁知晓？我能一段尊名，黑水草木青翠，光辉归自流水。依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胞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那个是个是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上天，打坐伫上帝的大屏，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告我
永远的活命。阿妹，请坐。是我来祈，咱来三甲祈祷。至圣至尊的天父，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我们敬拜阿罗你。你是阮的石盘，坚固的石盘，是阮的山寨，是阮的避难所，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帮助阮感谢你，主要所的救赎，互阮做得到赦免，伫真理活命中得到自由。阮是你的囝儿，你是阮牧者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养守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的灵命得到更新。你互世人过活，目睭看清明的看见，摆开的行路，以及各种的疾病，除去阮的见识。互阮会当重新得到愿望，阮深深感谢你，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在这段疫情的当中，带来世界的惊吓甲失望，感谢你施恩的手，互这个医疗团队以及好的研究会当有疫苗，互人会当降低传染的风险，脱离这个 COVID-19 的伤害，渐渐会当恢复平安的日子。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即个已经11月份，感恩的已经要到11月份，感恩的开始，使阮一粒感恩的心、谦卑的心，祈祷无煞，互阮会当凡事感谢祈求，回转阮彼此会当相听，互相包容，会当将你的听分享出去，引带人来归向你，互阮会当分别做成，也是牧师要教导今仔日真理活命的话。伫圣神内底结好的果子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即时来报告。本会消息，本主日10月23、10月24，举行2021年第4届圣餐主日，欢迎陪餐会员共守圣餐，同步主问。第二场圣餐礼拜补行洗礼，名单为成人洗礼，一个单议会。第二项小的公告，第一项本来定于11月21日起，召开临时会议，举行第22届中职选举。本次预定要选出长老10名，执事25名。第二，本届中职候选人的名单。请恁看周报内底第9页，长老候选人17名，执事候选人40名，并请候选人伫11月初7以前提供2寸的相片，以利辨认选票。多谢合作。若是经过祈祷了，有缘感觉暂时不便正做本届候选人的，请亲自甲向当建牧牧师来处理。为着要互选举过程一切顺利平安，本会特别举办21天的连锁敬茶祈祷，对11月初1到21，有胆的兄弟请入公告栏登记参加时间。第三，本会定于本主日下晡3点，伫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，并请各牧区的小组长。甲外地事工单位的组长准时参加。第四大点，请咱大家来关心。第五，本会1楼广场新铺设的油漆，你若骑机车来教会时，会兄弟，请你停车的时阵毋通踩直直吼，你个锁头嘛毋通锁，或者个东港通安排你的停车位。第六，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。要定于11月初7到12月12举办，有6个主日下晡的3点到5点，所欢迎各小组推荐无同意参加，详细嘛是伫周报第8页。第七，本会定于11月14要举办为救恩感恩、为救人关怀活动，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晡的5点，地点伫教会副堂的头前。请管委会带身份证前往排队管委，管委会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。管委会时段有征召这个志工，请小组长还是办公室来。哦，还佫有一个第8点吼，哦，来我看。
下周主日10月31日为幺五对策主日，欢迎詹正治牧师前来本会请安报告，敬请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。第二大点的具体消息，区长会议要定伫10月26日拜二上午10点，伫教会办公室内召开，敬请各位区长出席参加。第二点合作社的消息，欢迎社员有余贷款也是要转贷，请合作社来切顺办理。这个教界消息啦，王牧师你报告者。上午19点，伫香蕉码头餐厅要举行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，以及长照2.0的训练。咱满80岁、90岁、甲95岁的长者免费陪伴者600。若有意向的，咱的坑长老来报名。以上。好，这时我来读圣经。圣经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6节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做园的人。囡仔黏伫我的枝，无结果子的，伊就散起来；囡仔结果子的，伊就收互伊清气，互伊结果子搁较侪。但恁因为我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气啦。恁着踮伫我，我也踮伫恁。设施机无连伫葡萄树，就无会家己结果子。恁若无踮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济济。因为到我3日，恁就袂做啥物。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气煞伫外面，亲像枝煞高大，人捡迄伊落火就烧去。恁若踮伫我，我话踮伫恁。囡仔所爱的，恁就求，就要互恁。恁结果子济济，对安尼，我的爸得着荣光，也恁要诚做我学生。我有疼恁，亲像爸有疼我。恁着踮伫我会疼。恁若守我的诫命，就要踮伫我会疼，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，踮伫伊会疼。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，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，也互恁的欢喜满满。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有疼恁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疼无比这个较大的。恁若行我所命令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打了后，我无叫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伊主人的所行。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。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，恁拢有甲恁讲。以上我上帝祝福咱。来，请牧师来好，今天是感谢主哈。最后16也再说一下哈。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，搁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。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啥物，就要互恁。感谢主吼！请牧师来讲道，咱的题目是圣心内面结出果子。感谢主。以及咱弟兄兄弟大家平安。家己隔壁平安，愿你平安。愿你平安。今日牧师要用圣神所结的果子，要来参加思考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要怎样结什么款的果子？相信咱逐位捌去菜市仔买过水果，无人你买水果的时阵条果已经无熟的，无人你买水果条果已经袂甜的，嘛无人爱买水果的时阵，咧外表安尼粗白白、歹看，无人会爱买这。这对消费者来讲是无及格，就是对种植的人来讲，这种植的人拢毋望伊所生产每一个农作物，无论蔬菜甲果子，拢是大丛、水、好看，佮好食，对不对？
所以这大粒、水搁好食，这个品质的，然后要水果拢有分等级啦吼。你要鸡蛋嘛分大细粒嘛，总是迄个大、搁水、搁甜、搁好食。这个品质拢属 A 等级的吼 ，A 等级的。这 A 等级的水果，人家足喜欢。总是这种顶级的水果，嘛是上贵的水果，价销比下级的加较贵。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咧说明，伊讲伊是真的葡萄树，咱是枝。地尾上帝是做园的。天父上帝毋望咱即个葡萄枝会当结出济济果子，来得到荣耀。究竟咱正做一个上帝所塑造、所创造的葡萄枝，咱要安怎，互咱的生命结出好的果子，互咱的天父上帝得到荣耀？了解为什么耶稣用即个真的葡萄树来讲这比喻咧？人讲有真的就安那假算是假啦。耶稣讲伊真的算是假。以咱的基督教教会教派中间，你有听过真耶稣教会无？往有真耶稣教会剩迄个，咱拢假哦。我想毋是安尼嘛吼。不过伫信仰中间。耶稣讲，伊是真的葡萄树，总是嘛有假葡萄树是指啥物呢？咱若去看旧约圣经来记载，伊即个是互人形容葡萄树还是葡萄园。咱看到以赛亚书第5章，安尼记载讲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人。所以对以赛亚书的记载人真清楚，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啥？以色列家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人。咱来看耶利米的第2章，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讲：我是捌栽种你，你是上顶的葡萄树。哇，咱咧看到拢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总是。你来看《以西结书》15章，《以西结书》15章，你比如以色列是真做葡萄树，总是伫第19章的第10节咧讲，恁的老母情亲像葡萄树，一枝无成，栽伫水边，因为水真济，就结出济济果子，发济济枝。何西阿书伊嘛讲，以色列是无成的葡萄树，伊结伊的果子，伊的果子哪济？诗人伊诗篇来讲，你对埃及耍一丛葡萄树，所以咱看到，旧约圣经真济所在拢讲一些是上帝栽种的葡萄树，也是葡萄园。上帝解救百姓对埃及带因出来，互因脱离做奴隶的命运。所以葡萄树成做一切的一个象征。咱看到主前167年，有一个塞勒古王因迫害犹太人来敬拜偶像。禁止因守安息日，禁止因行割礼，这对犹太人咧守律的，迄是无法度接受的一个要求。所以当时马加比的家族，祭司马加比家族兴起来对抗这个王朝，然后起造一个马加比王朝。迄当时的马加比王朝。就是犹太人因所推翻的一个历史的事件，因的钱的顶悬，就是用葡萄树做钱的记号。
真的葡萄树，咱看真，真这字伫希腊文叫做阿雷辛诺斯，阿雷辛诺斯，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真实、实在、纯真、值得信赖。阿雷辛诺斯就是真，就是实在。耶稣讲到这个，伊是真的葡萄树，阿雷辛诺斯这个真，伊的上顶，伊是对上帝遐来是真实的，是值得人去信任的，也是纯正、真实的。所以，伊会特别去强调阿雷辛诺斯，伊的意思是啥？伊用伊的真来反映着当时以色列百姓，虽然是互这个先知、互上帝称作葡萄树葡萄园，总是这个葡萄树葡萄园，因有败坏的时。先知以赛亚形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野葡萄啊。先知耶利米嘛指责以色列百姓的败坏，嘛指伊是野葡萄。所以野葡萄来对照，就是真的葡萄，真实的葡萄，显出耶稣基督伊真实对天父上帝遐领受迄个使命，领受真理的教示，互人会当真实、实在、活靠行入上帝道路。所以，既然咱是咱的葡萄枝是结连伫这葡萄树顶缘，既然迄个对象是真实的，通信任的，那为什么迄葡萄枝阁无法度发出好的果子的？既然是真，既然是安尼活靠真实、货真价实，照你讲，迄个源头是遮尔啊通活靠，遮尔真实。既然安尼，伊对源头领受了是好，伊的结尾伊的果子是好的啊。那照迄逻辑的推断，你源头好的，尾也是嘛是好的啊。这种是人的罪，人的败坏，互一些百姓原本互上帝看做好的，却成做野葡萄。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所信靠的上帝真够活，通信任是真实，会当对天父上帝遐领受迄个真实的平安的信仰。那为什么人活袂出迄水的见证？人讲水的果子的原因真简单，人的罪性，因为人的罪，互人脱离迄个真实、通信任的上帝。人的悖逆，互人无愿意顺服伫基督。这就是迄个葡萄枝虽望结连是真的迄个葡萄树，总是源头好的，伊的结尾是歹的。问题出伫迄个葡萄枝是败坏的。莫怪耶稣讲，勇行的无欠医生，若是破病的就对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。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，拢对这经文非常的熟悉。就是犹太人伊自认伊的上帝选民的血统会当得着救，就是耶稣甲当时遐败坏以色列百姓讲：恁掠做属以色列国，就是上帝真的葡萄树的树枝吗？对伫以色列的正先知的嘴中讲，这原本上帝看做好的葡萄枝，却因为罪已经败坏啊，已经成做败坏的葡萄枝，伊无法度结出好的果子啊。耶稣甲迄当时以色列百姓讲：
恁掠做，恁是有犹太选民的血统，恁掠做恁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血脉，你就因为安尼来得到拯救嘛？耶稣讲无，迄个血统无法度成做你真实的拯救。因为我所敬听的兄弟，伊长老教会150几档的信仰的宣告历史，真侪历代基督徒拢真引以为傲，真骄傲讲，我是第5代，我是第6代的基督徒，真好。代表这个信仰伫这个家庭流传的信仰是真实的瓦壳，总是有时这个背景，这个血统，却成做人的骄傲。所以真侪长老教会的信徒，莫讲第几代啊，有时行到第几代就无去啊。所以人台语讲一句话：一代兴，二代勤，三代无名，四代无输叫，我无用。第5代咧，心民满出经。所以你看这，迄个血脉，迄信仰的传承，若是有真实的瓦壳、敬虔、听主、听人，这是好的。相信若用这一个成做一个标榜，成做一个骄傲的理由，就是真实的性命无结连，哇，是真无彩。所以耶稣讲，唯一会当救你的方式，就是甲耶稣基督去做一个活泼亲密的团契关系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是上帝的葡萄树，你必须要甲我结连的基。所以耶稣清楚甲因讲，血统无法度成做人的拯救，独独换靠耶稣基督，才会得到拯救。当人的性命真实归向上帝，人的性命才会得到拯救，互人甲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通过耶稣基督，互人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了解，你我拢受拯救，受上帝拣选，总是咱来活出迄个活泼的生命，毋茫的生命。咱来通过咱的行道，互人看到咱是信上帝的。阿门。所以了解，要安怎互人看到，就是你听人。真简单，就是你听人，你去帮助人，你安慰人，用你的行动显出你的听，用你的生命见证的行道显出你的信心的毋茫。阿门。所以这经文中间，互咱特别去注意到啦。耶稣讲：记若念伫我的记无结果子的，伊就安怎撒起来，撒起来，台语拢撒起来，立起来。所以了解，葡萄枝若无结果子，就撒起来。迄葡萄枝对葡萄树来讲是无一点仔作用，对伫做园的来讲，迄个枝是无效的。天父上帝就是迄葡萄园的做园的，天父上帝讲迄无法度有作用的、无结果子的枝的，就去看一点仔价值都无。因为这葡萄枝已经烂到无法度吸收迄个树头的营养分，烂到安尼啊，才有可能毋茫伊结果子的，迄是无可能。所以做园的自然就甲迄无结果子的葡萄枝来剪除。另外啥物？另外这，另外我所敬听的厝的人，咱的属灵生命，咱属基督，咱的身份叫做啥？基督徒。总是咱的基督徒这个身份，若无法度结连伫葡萄树顶悬，咱无法度结出迄个果子，
代表咱的内心的罪性，你阻挡咱对上帝领受迄个营养祝福。阿门。所以过去的4礼拜，咱教会咧推行幸福小组的训练，随望真忝。你甲我问讲会忝袂？会啦。我坦白甲咱各位报告，我昨读上到中昼过1点到3点的迄个课程，目睭皮则想要甲铁啊开，差一领摕迄气托啊甲托起来尔啦。目睭皮无听话，一直安尼沉落啊。有忝无？忝，可能我身体懒啦吼。上到第4礼拜，迄精神体力，敢若不听使唤，袂听我的话，目睭皮安尼不争气啊吼。就是伊迄每一届咧上课咧听福气教会讲，因安怎关心人，安怎疼人。你见证讲有一个妹妹夫妇对迄个福气教会一个兄弟要传福音，讲啊，要传福音免啦，免讲。阮咧做面拢开店开到10点。那你看有机会无？无啦，做到10点，你忝我嘛忝啊。总是，这福气教会兄姊妹，你开到10点哩，好，我陪你啊。10点开始，暗时10点哦，毋是透早10点哦。暗时10点才开始做幸福小组。哇，这是我听过上久的、上暗的一组啦。10点开始呢，伊讲这组员吼，陪这对翁仔某做面，翁仔某做幸福小组了，啊，佮收收款款，佮转去厝，讲几点来，毋知？翻点啊啦！这对翁仔某讲奇怪呢，啊，我信耶稣，你也袂得到业绩，啊，我信耶稣，你也无得到好康的红利啊！啊，恁是咧陪我陪安怎？你看这翁仔某，恁为着我要信耶稣，为着要听我，为着要互我灵魂得救，恁愿意开这个时间来陪伴我，伊是安尼感动。我为什么爱逐日互恁安听我到这程度？你看这就是听。虽然看到圣经咧讲，迄个葡萄树，伊所建的葡萄枝，若无法度生葡萄的果子，伊就剪除。颠倒变来讲，圣经讲，枝若结果子的，伊就收，互伊清气，互伊结果子较济。咱在座可能有种植的兄弟，你知影会结果子的树枝，伊边仔有加发一寡叶仔啦，加出来树枝啦，会阻挡伊生较济吼，会所外在因素，迄做远的拢会安那甲修剪，互伊迄枝的有上好的环境来生出好过好食的果子。了解做远的天父上帝，看见咱若愿意结葡萄，伊就安那会将咱心周围会阻挡咱结果子的外在因素，会主动会甲修理干清气，为着要互伊结果子，而且会结果仔济。这代表啥？天父上帝伊时常看到咱的周围环境有利益着咱成长无？伊会主动会甲咱清除。这就是听，这就是眷顾。所以咱看圣经第4节讲：你若点伫我，我也点伫恁。实处枝无结连伫葡萄树，就袂家己结果子。你若无点伫我，也是安尼。所以你看咱若对原文圣经个点伫，就点伫原文意思讲伫内面啊，伫内面。伊也意思讲，咱做一个信徒，咱若无时常伫主的内面，甲主结连做伙，咱若无带着一个较无心来甲主做伙，咱无法度结连。
所以上帝要讲，当你愿意结连伫我也就伫你内面。所以主伫咱的内面，伊要教咱伫地，代表主伫咱的生命，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的运作、管理、教导，互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。阿门。所以圣经来讲，耶稣讲：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踮伫我也踮伫恁，就结果子济济。因为你啊，到我3年，就袂做啥物。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劈杀伫外面，煞枝孤单，人捡迄伫火里烧去。所以了解，耶稣搁一摆比喻要互咱知影，咱的成分是葡萄树甲枝的关系。所以甲你过记来讲，你是葡萄枝，主是葡萄树，预备来。你是葡萄枝，主是葡萄树。所以，因圣经用葡萄树咧讲咱甲主的关系。所以，咱若看一丛葡萄树有几个意涵。第一个，葡萄树所结的花，细蕊甲你爱认真看。迄个花细蕊甲，互你无法度种，迄花无法度互你当做观赏花，久长来看。因为伊的花期真短，真紧就谢叶，伊无法度互你当做兰花，你一直看。细蕊搁短，真紧就谢。第二，即个葡萄枝诶，无结实，你甲抄起来要做管仔，搁袂做一，真脆。伊无法度互你做管仔来用，连你甲剁起来等你火来烧因为迄葡萄枝也是葡萄树。迄真细，无法度互你做茶一直烧啦，连面就烧了呀。所以你看，无论花也着枝，拢无好啥物作用。无你来讲葡萄果子好葡萄果子会当做啥？葡萄干搁有无？咱等一下生产的迄个葡萄枝葡萄汁着葡萄酒，对不对？搁有无？无嘛，所以你若看即个葡萄树的整个会记得，就是葡萄树完全是就是要结果子的伊无啥物附加作用、附加利益。所以咱看到迄个葡萄树就是要结果子的，迄个结果子的源头就树，迄个中就是枝枝若烂去，对树丛来讲，对做园的来讲。一点仔都无记得，所以了解，主咧甲咱讲，当咱的人生若是活伫罪中间，咱对主来讲，主对咱看咱来讲，咱是无记得的。所以了解，咱常常对主领受迄个营养分，互咱会当对主遐结果子。阿妹，所以跟德边讲，枝若离开葡萄树，就无法度做啥物，源头切断。树枝就打伊，咱真侪拢知影。你若要插树你的枝甲插起来，你看迄个枝会继续活袂？袂活，因为源头的营养分甲水分就无伊伊较会活。你打伊鼓打伊鼓打唯一作用就啥？后肥总会烧，两种尔。所以了解，主踮伫咱内面，咱的生命有迄个能力，有迄个生命的见证，咱有喜乐。有能力，有平安，阿妹，我咱领受上帝祝，所以咱即个枝一旦离开耶稣基督的真理，咱就像迄葡萄枝孤大迄迄是火烧尔，就是伊烧，毋是讲迄地甲永远火烧，伊是讲无路用所以，我所敬听的兄弟。人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，若失去迄个见证的能力，对于无信的人来讲，伊会笑你尔；对主来讲，你无结果子；对外口无信的人看你基督徒，是互起笑的尔，是互主的名受侮辱的尔，无一了记得。这无一了记得，当然就互火烧去啊！
一定的啊。所以了解，伊特别在咧讲讲，你若结果子济济，你安尼，我的爸就得了荣光。你若要食做我学生，恁也要食做我学生，我有疼你，其实爸疼我。所以了解，即个甲咱讲啊，咱结果子济济是安那？是要互天父上帝啦有荣光啦。爸上帝看你成做一个有面子的人，像一个囡仔闹真出脱，即个老爸牵囝出去啦，哦，这我囝，呆呆伊也耳啊，要做医生的啦，罗公营的，种是咧。你囝若无出脱，食毒有诶无诶，你连带喙你嘛歹势，有影。迄无法度，互你有荣光的面子啊！所以，了解咱的性命啊，咱的信仰的成熟，咱有信仰的成熟，咱还有属灵的见证。所以，了解，这个见证就是要互咱天父得荣耀。耶稣讲：你若要成做我学生，表明这个做过结果子的门徒，要成做一个表明伊是主学生的身份啊。所以了解，迄个果子就是你的证明，你对上，你对上。所以基督徒，迄个果子，迄个见证，显出你对上，咱对上，咱对上，主耶稣。所以了解，主搁进一步讲，你若受我的诫命，你若惦入我的疼。亲像我有受我的爸诫命，惦入伊的疼，我已经要用这个甲你讲，要互我的欢喜惦入恁，也要互恁的欢喜满满，恁着相疼，亲像我有疼恁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疼无比这个较大。所以了解伫经文中间，耶稣讲着3种疼，第一种疼是。伊甲天父上帝迄个疼，第二种疼，伊甲门徒的疼，第三种疼是啥？门徒之间人甲人是这三疼。所以主耶稣期待门徒的疼是啥？亲像伊疼咱的程度，伊疼咱的程度，迄疼伊希腊文叫做阿卡帕奥，迄疼。就是上帝对人的疼，无论人安怎背逆，上帝永远无弃杀咱。总是人甲人之间的疼，毋是阿卡泡。人甲人迄疼，伫希腊文意思啊，肥力哦，啊对牧师讲肥力哦，肥力哦，迄个疼赞数是啥物？我甲你真加倍真好啊！不过有一天哦，咱若有利益冲突，也是意见袂合的时阵哦。啊，甲你变面啊，肥力哦，随时会当切断迄个关系，迄关系是无保障的，随时会当伊的，叫肥力哦。总是天父上帝爱咱的三疼是阿卡帕哦，伊不离不弃，无放弃的疼。所以了解，上帝爱咱的迄个人甲人之间的疼的赞数，毋是肥力哦疼，是阿卡帕哦疼。所以耶稣讲。朋友之间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这个较大。了解，罪人的意思就是无古锥、无可爱的人。耶稣会当为着无古锥、无可爱的人，为着去你十字架顶。了解，这疼毋是真值得伟大吗？是啊，耶稣为着咱这阵有古锥无？那咱主看咱哦，一点仔无古锥，咱不是咧背离伊，不是无照伊的话，就是咱这阵罪人啊，耶稣用阿卡帕奥疼咱，伊阁甘愿为着咱钉伫十字架顶位，无因为你的任何因素来阻挡伊疼你啊，无放弃疼，所以了解，这个疼是真伟大，所以了解。主耶稣甲咱讲：，你若行我的命令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打了后，我无搁叫恁做奴仆，
因为罗波毋知影伊主人会所行。若是我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天父所听见的，拢甲你讲啊。所以罗波是安那？罗波是无自主权的。罗波永远毋知影主人的后一个计划、后一步，就是朋友的。朋友就无共款啦。朋友是互相相听、互相信任。朋友是安那？会当互相信任，讲出彼此的心声。查某囡仔拢讲啊，粉红知己闺蜜对不对？粉红知己，红粉知己这个闺蜜嘛迄会交心的啦，查甫嘛会啊，迄捌指到什么程度？我甲你讲阮迄兜迄只好爸母昨个甲我歹人呢。我毋是讲好读书啦我是讲，男性若好到一个程度，嘛会交心，会敢讲出彼此的心声，因为伊信任伊的朋友袂甲出卖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了解，咱的信仰，主甲咱当作朋友，甲咱当作朋友，天父上帝甲伊讲啥，伊拢甲伊讲啊，无任何的保留，无看薄的啦。所以了解。互咱通过耶稣基督明白天父上帝的旨意，互咱明白主的教示、主的真理。阿门。所以圣经内底讲，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，搁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咧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别求什么，就互恁。例如我所听的兄弟。这段话就是台南新南院放伊礼拜堂迄个校训。阮逐工咧早倒暗倒拢看迄字，我心内常常看着迄个教训经文的教示，我拢想讲，我算啥？我想算啥？值得主来敬我。我算啥？值得主为我定时价，总是主敬我。叫我要创啊？创啊！加果子济济，阿门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会艰苦，总是嘛有喜乐。主予咱的喜乐是一个心内充满的喜乐。咱真正基督徒的性命，咱若逐工忧头甲面，丢了啊！平安咯，丢啊！平安咯，耶稣听你哦，你要有喜乐哦。你对伊的面头，你会看到啥？骗我！耶稣有喜乐，但你的面头悠悠夹夹，较有喜乐无啦。你讲的甲你的身份斗袂起来，所以了解，咱一群蒙恩的人，咱得到主的救赎，咱的喜乐是对爸遐互咱的。所以咱若无甲主同行，你哪有喜乐？你嘛无喜乐的。我嘛无喜乐的，所以了解，咱受敬真做听的见证，互咱来受这见入去这世界，互咱彼此相听。所以有时阵咱看到人甲人之间拢有竞争、冤家，任何时阵无总管。总是咱的主的中间，若无彼此伫听中间下面，咱怎样见证主？所以有一天你若问主耶稣，主啊，你叫阮彼此相听，这是你予我命令，你凭啥物叫我做？主甲你讲，人为朋友赔命，人的疼心无比这个遐大。主讲，我敢毋是为伊遐定时价啊？是啊，了解有影。主耶稣教示咱彼此相听的心，咱会主用伊的行动来讲，伊听咱，听到什么程度？为你死啊！为你死啊！这疼敢无大？连命都无伊啊！所以福气教会小组，福气教会做乡小组讲啊，我为你陪你做面，我只不过陪你到半暝尔，甲主比起来，敢有算啥？有影？若比起来，甲主比也无算啥，就是因何愿意安尼付大家听人咱的。
啊，伤晚啦，这时间10点咧困啊。了解？伫迄4天的训练中间，随忙忝啊，总是感动真济。阿门。所以咱爱学习主的听，所以耶稣基督爱咱听，彼此相听。迄听的赞助，毋是费力听，伊的听是阿卡跑的听，是不离不弃的听。所以咱爱用主的规律来彼此相听。你要通过圣神的规律，毋是你家己的规律，你要常常通过圣神的规律来听。啊，免啦，常常读圣经、祈祷，常常咧聚会，啊，这你对老基督徒来讲是一把句的宣传啊，总是确实真实。所以咱就靠着圣神的规律，互咱彼此相听。所以耶稣互咱一个新的命令，安那？你若相听。这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来对牧师了，预备来。咱的相听，成做一个世间的一个真见证的记号。世间的人，因用利益，用什么目的，成做因的记号？就是基督的门徒。毋是安尼，所以了解，咱爱对圣神结出的规律规矩来相听，咱爱对圣神的规矩来结出迄个信仰的内涵嘛。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安怎讲？恁的圣神的规矩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尊重。这种的生命规矩，成做咱基督徒的内涵的见证。咱同心的兄弟，咱生活来为主来结出规矩，好无？咱大家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救赎阮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对治你葡萄树来结连伫你的面前，互阮这个葡萄枝。时常无因为阮的罪败坏，直到主你受不了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结果子济济，是为着荣光主你的名。愿主你互阮圣神的开力，阮活出你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名，互阮伫这世间无亏欠，无见笑。我伫主面前，同心伫主面前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是免来圣餐，咱来吟圣诗366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心。请坐。李主耶稣基督名，欢迎今日属于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饼，就跟我的割断袂腰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就跟我的，我割断无去杀你。”所以，所听的兄姊妹，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。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我捌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。就是主耶稣奉命迄暝摕饼，八伊讲，这个身躯为恁所拍破，恁着今日来纪念伊。食了后，佮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你要时，就今日纪念我。恁大家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于直到伊过来。伫暗暝甲主同坐道的前，咱三甲同心头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主上帝，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。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，我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我，也圣别这摆在你面前所享受的葡萄汁甲饼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得到帮助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。通因光你的性命，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求，阿门。各位主所听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请同工来服侍。伫咱对长老的手中来接受这个饼，咱着伫主的面前来认罪祈祷，要伫咱食家己的罪。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阮同坐主的道，来纪念主救赎的疼。亲爱兄姊妹，当你领受这个圣饼，咱着伫主的面前来认罪祈祷，要伫咱食家己的罪。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主同坐道，纪念主的疼。
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所拍破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为你所流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咱请同工来服侍。当咱手中对张了的服侍，摕到这葡萄汁，这个葡萄汁上定主耶稣为咱所流，咱着今日来纪念伊。当咱伫主面前了受这葡萄汁，咱伫主面前谦卑幸福，来认罪祈祷，面对咱只家己做。无论你属对一个宗派，欢迎你甲阮同守主的圣餐，甲主同坐倒。亲爱兄姊妹，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对阮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诗句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是你永远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搁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煞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伫你的圣洁的交通。对打了后，通荣光你的名，
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奉献。奉献。主感谢你，感谢你丰盛的赏赐甲活命。主感谢你，经过今仔日，互阮会更较明白，阮是主你所疼的囝儿，也是你所敬的。主，互阮真正一生会当跟对你，一生服侍你。咱即时，阮守圣餐，也阁有奉献，愿你的神甲阮三角地地，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奉献顶面，搁较尽心尽力，无论财前时间，拢是主你所敬。愿你的神保守看顾。阮所做一切，拢有当荣光上帝你的人。阮来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祝福车客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个祝福。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圣手，愿全你上帝、爸、囝、圣神殿点你顶面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平安。